好，咱同心来做侍奉的祈祷。换命的主，伫一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日，愿做伙伫教会内底来敬拜。感谢你对年头到年底的保守，感谢你伫新的一年继续用你的圣手来扶持阮。阮要敬拜你，愿主你互阮伫敬拜时，主你对天地来，你的一切的祝福，就亲像伫雅各、伫西面、伫约伯的心上，互阮亲目睭看到你。恳求主你通过圣乐队所吟的这条诗歌，会通感动阮的兄弟姊妹，也互阮伫你的应允中间，进入约伯，毋是干那风声听讲，实在是亲自来经历着你的同在。阮将今日这个敬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求主你施恩赐福，祈祷告所的圣名，阿门。
请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用诗歌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，咱来吟展开属天的翅膀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的心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的心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张开属天的翅膀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感谢主，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咱会当教会做伙来敬拜，这是何等的福运！在新的一年，咱要求主，咱也要带着谦卑顺服的心，求主来掌管咱的性命。我们要展开属天的翅膀，飞到上帝的宝座前。主的确要引带咱行，伊伫咱性命当中，伊美好的计划甲安排。咱继续再来吟这首《展开属天的翅膀》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，我献上我的心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张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张开属天的翅膀，进入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主是咱永远的王，接下来咱来吟感谢主，而了主。
对日出到日落，对春景到冬休。对日出到日落，对春景到冬休。你的云电啊，我水的江河，搁听阮保守来看顾。对艰苦到安乐。得到健康，你的平安若不变的伴照，因怎我心心无摇动？对年头到年终，有欢喜有悲伤。你的时运若搁手伫水雨，搁受使得胜的力量。对失意到立志，对忧愁到得意。你的应允若不变的伴照。因怎我心心无摇动？感谢主，你赐喜乐，尤其是伫患难中。感谢主，你得看顾，常常因带祝福。感谢主，你赐喜乐，尤其是伫患难中。感谢主，你得看顾，常常因带祝福。感谢主，2023年带咱平安经过。检查伫这年当中，咱无拄到一个困难的事，检查也拄到，互咱真伤心、白白的代志。但是感谢主，互咱有气力，互咱有信心，勇敢来面对。因为主是咱吉心中、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咱爱有这个确信，咱就用祈祷的心，就来唱这首感谢主。出到日落，对春景到冬休，你的云电啊，我水的江河，搁听阮保守来看顾，对艰苦到安乐。得到健康，你的平安若不变的伴照，因怎我心心无摇动？对年头到年终，有欢喜有悲伤。搁手伫水雨，搁受使得胜的力量。对失意到立志，对忧愁到得意。你的应允若不
伴照，因带我心心无摇动。感谢主，你赐喜乐，尤其是伫患难中。感谢主，你得看顾，常常因带赐福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赐喜乐，尤其是伫患难中。感谢主，你得看顾，常常因带赐福。再说咱来吟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主的恩典的确够也咱用。万心意极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不比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不比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不比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是主啊，你有应允讲，你的恩典够也阮用，因为你的能力是人的软弱来正。最后说，感谢你这么听阮，感谢你带阮平安经过2023年。最后说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一处来经历主你的恩典，的确够也阮用，因你也应允阮，主你的确要甲阮同在。主你的确无弃杀阮，也无放杀阮。主你的确要甲阮同在，互阮行也袂先，走也袂赢。这所阮感谢你，学了你，主阮将一切荣光归于主。这所感谢你，互阮教业恩典。主阮也要领受这种恩典，继续奔跑阮头前，留阮必办美好生命路程。我来祈祷，我上靠主的名，阿门。咱就用感恩、用敬拜、用祈祷来修这首你的恩典够我用。万心意极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自由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不比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生有的生。
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忽比我软弱，靠着耶稣得胜又得胜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你的恩典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忽比我软弱，靠着耶稣得胜又得胜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，一生常相伴。你所拣选，予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。这是来吟圣诗173首。上帝即是临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Thank you.
这是咱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造人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主圣子造他，对在圣满他出世，伫本中伊来多人来受苦，定是第四埋葬和因父，第三日对世人用过话，上天，就是全能的地上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导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归我，永远的王。阿门。请坐，三角来启用。启用文23篇。启用文23篇，诗篇118章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亚伦的家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。耶和华就应我，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人要啥法得我奈何？着甲我开义的门。我要入去，感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。你的人要入去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搁正拯救我的。师傅所起杀的石，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。咱的目睭看伊最奇怪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。欢喜出声。耶和华，但求你拯救。耶和华，求你互阮发达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福气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这是过来念圣诗280首。我爱朝见天父的面，请坐地吟全首。
当心来祈祷。伟大的奇妙，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儿女你，互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亲近你。主的稳定，主的稳定何等的大！求主圣神降临伫你的生活中，引带阮的敬拜，互阮的敬拜成做你欢喜的祭。今仔日是新的年最后的一天，回顾过去的一年。感谢主前后为阮，换手伫阮的顶面，保守看顾阮平安，佮赏赐阮教业的稳定。圣小主的稳定，阮算袂清，讲袂了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伫新的一年，求主赏赐阮新的稳定。新的生命，带领阮头前的路，引带阮行伫合你旨意、互你欢喜的路。主耶稣，1月13是阮的国家台湾选举的日子，求主保守看顾台湾，求主掌权，选出合你心意的人选。祈祷恳求，拢是靠主的名。阿门。请圣歌队。我
强守上帝的话。记载旧约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17节。雅各离开别是巴，往哈兰去，到一所在，因为日落就伫遐歇眠。对遐的石头的中间摕一块做枕头，伫遐困。梦见有腿徛伫地面，腿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腿面上落。耶和华徛伫腿顶讲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你的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土沙，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。我也甲你伫地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即所在，拢无放下你，到我正对你所讲的。雅各困醒讲：耶和华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，就惊讲：即所在到遮通行，毋是别人，这是上帝的厝，这是天的门。去看一位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25节到30节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25节。拄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人名叫西面。这人义阁敬虔，平时羡慕迄个安慰以色列的圣神点伫伊，伊捌得到圣神指示，在伊还未死，要大声看见主的基督。伊互圣神感动，就入殿，拄啊耶稣的爸母抱婴仔入来，要甲伊照律法的例来行。迄时，西面用手接婴仔，学了上帝讲：“主啊，当照你的话伫透放，你的奴仆安然过世。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。”讲到愿生命充满了惊喜，请这么说。所听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主耶稣，你照你的弟弟，恁两个家庭全家，伫过圣诞节新的一年要开始，来甲阮做礼拜，上帝祝福恁。所听的姊妹，牧师即礼拜要用继续顶礼拜讲无了的讲道的信息，甲咱继续来做咱的祈祷。因为顶礼拜是圣诞节，咱的主日日最期待的就是一年一摆圣诞节，以及圣诞节礼物。牧师伫心内感觉毋甘，因为主日日的囡仔来咱教会2点钟的时间，听老长的讲道，对咱主日日的囡仔来讲，检查是一个负担。所以顶礼拜牧师的讲道只有20分钟短短，牧师嘛有一个信息讲无了，迄个信息是写伫咱今仔周报的第2点。伊讲，伫上帝手中的生命号顶的奇妙，兄弟姊妹，这是牧师对心中为咱的代祷，也深深期待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因为信上帝，咱的生命果然无共款。我要用这个人叫做约翰保禄2世，就是前的教宗。伫1995年的年初，我有一个机会去参观一个拜访。就是伫梵蒂冈来访问这个梵蒂冈，迄年中间有40几个国家的牧师，阮做伙到意大利。伫迄个访问的中间，接待阮的人就是这个主人John Paul II 约翰保禄2世。我甲伊见面中间的时间真短，一面之缘握手。所以，阮倒来到阮的宿舍的旅社的时阵，有人咧笑讲，
今仔日以後咱毋通洗手，因為咱握着一個聖人的手。天主教的信徒，因也感覺會通甲教宗做伙握手，浸伊的手中的手指，對因來講是一生中間足大的歡喜甲光榮。我要用伊佇就職做教會的領導者的事，伊穿迄領代表教宗迄領白色，所有的神父內底只有教宗穿的是全白的迄種的衫，代表聖潔。當伊的協助伊的人要準備做禮拜的時，甲伊穿即領衫的時，伊對心來講一句話，伊講：人生若親像乒乓 ，Life is amazing， 生命是充滿奇妙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願主耶穌將這個奇妙的畫面賞賜予咱大家，予咱對少年到年老，對一生攏會當擔着上帝的慈悲。老師今仔日要用3個故事來邀請咱來深深思考。你做一個基督徒，讀聖經遐尼久，我請問你，你佇聖經的故事的內底人物的內底，有對一個人因為甲上帝見面，伊的生命產生，對你有一個足大的吸引力。當我聽到教宗伊寫佇伊的日記，然後我互拍做電影的時，伊講 Life is amazing。我無想到，我是一個破爛的囡仔，我一生佇上帝的手中，敢若安尼爾，我是伊的奴僕，我是啥物人何德何能？今仔日上帝互我做伊的見證，做即個教會的上要緊的信仰的老爸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是寶貝。願我用這個甲上帝同行的人，因的生命充滿了一生的讚嘆 ，amazing。amazing 的意思就是何等的奇妙！我要邀請咱用祈禱來準備咱的心，來領受聖經的故事，也領受聖神佇今仔日中間要對咱講的話。咱同心來祈禱。主，你的奴僕將下面的時間恭敬交佇你的手中。4000年前，你用雅各看到你的時，伊講：我竟然唔知影，我的上帝嘛佇這個曠野中。主啊，互阮對心中會通看到你，就親像約伯講：我前是聽講道，但是今仔日我親目睭看到，佇傳說中間，這個搖花我的上帝。主將我所聽的兄弟姊妹交佇你的手中，特別將教會這個青年，因的人生拄拄開始，主啊，開因的目睭，開阮的心。主，你來到阮每一個人的人生中間，互阮的人生因為有你的充滿。阮的生命充滿奇妙，主，這是阮的腳步。願我一生攏是甲主你同行，每一日、每一年，攏享受到上帝你同在迄種的作為甲奇妙。主啊，將所聽的教會、所聽的兄弟姊妹，恭敬交佇你的手，求你的聖神畫手佇因的心頭，互因知你來對因講話。願佇你面前同心祈禱，我靠耶穌基督的聖尊名求，阿門。所聽的姊妹，今仔日聖經舊約的經文、新約的經文，佮金句3段的經文，願咱讀去了後，對頭到尾，佮定心甲讀一擺，毋是干那讀迄節，是讀規章對頭到尾，故事的對頭到尾。佇這個中間有3個故事，雅各是將近是4000年前的人，大概就是3000幾年前，將近要到4000年。雅各的老爸就是以撒，以撒的雅各的阿公就是亞伯拉罕，所以對迄個時陣開始，以色列人講，阮的上帝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、甲以撒的上帝、甲雅各的上帝。今仔日的故事發生佇雅各得罪伊的大兄，甲伊的大兄燒搶家產，就是為着受伊的老爸的祝福。佇迄個所在，雅各用欺騙的方式來得到大囝的名分。伊的老爸行了佇家庭的內底，兄弟相拍冤家。去衝突，所以老爸就甲伊講：你離開咱的厝去吧，你去找你阿舅，找你的母舅，你的母舅住佇合蘭，你去找伊，嘛對伊的查某囝中間帶一個倒來做新婦。雅各就是安尼，所以開始伊的人生另外一個真無共款的旅行，因為以前是佇老爸身邊受照顧，對迄個時陣開始，伊單獨成做一個人。
伊行伊的老爸过去行过来的路，倒头行，因为伊的老爸过去少年的时阵对哈兰行来到迦南地。今仔日雅各对迦南地行倒去伊的故乡，爸爸的故乡哈兰。这个所在就是今仔日的叙利亚。所以这个故事就经历伫伊伫人生中间暗时，上帝来看伊，上帝要照顾这个孤单的囡仔，所以上帝会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有一个楼梯踩伫涂骹，迄个楼梯的顶悬拄到天顶的门，所以看到天顶的光照落来，有天使伫遐起起落落。这个故事咱拢知。所以弟姊妹，你若是主日的老师，我相信你嘛应该有机会讲过这个故事。但是咱咧讲这个故事的时，有对一句话是重点，影响到你的一生。今日牧师要甲恁讲，就是雅各伊忽然醒起来了的时候，伊讲一句话：我竟然不知道。弟姊妹，咱信耶稣，咱的教会出入，可能有一寡代志，到今仔日，咱犹阁竟然不知道。兄弟姊妹，咱虽然信，但是以前是听风声；咱虽然信，但是半信半疑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雅各一句话，就是天使亲自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，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咱就讲，我竟然唔知影，这个所在是何等神圣的所在，是上帝的圣殿，是上帝天灵的门。兄弟姊妹。别第二，雅各看到上帝荣耀迄个所在，后来伊家号一个名，叫做别第二，就是上帝的圣殿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要甲咱分享讲，迄个圣殿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阿们嘛。兄弟姊妹，愿这个上帝永远踮伫咱每一个人的内心，咱的心要交对上帝徛起的圣殿。上帝要用伊的阳光，用伊的同在，甲咱三合伫地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圣神摇动拄久的兄弟姊妹，互咱忽然醒起来讲：我以前无了解，但是今仔日我了解；我以前痴迷，但是今仔日我看见；我以前无了解这个上帝是一个整个我会通活伫我人生的上帝。今仔日我知影，主啊，赦免我。Amazing 这个意思就是。主啊，我无搁再有话通讲，你何等的奇妙，你何等的伟大。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我会通搁讲什么呢？当我看到你的阳光，当我看到你的同在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内底只有一句话。今仔日雅各安尼讲，搁有第二个故事就是西面，第三个故事就是约伯。这三个人因拢伫因的生命讲一句足简单的话：主啊，兄弟姊妹。当一个人拄到上帝，伊无足济形容词，伊对心内就一句话讲：主啊，兄弟姊妹，请你想看卖，迄个西面抱着耶稣的事，伊讲：主啊，兄弟姊妹，你想伊的心内咧想什么？愿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无法度形容迄种的人内心看到上帝，迄种的敬畏。无用足济形容词讲哈利路亚，俄罗上帝讲到真侪遐个喙角全部的话，独独只有一句话讲：主啊，迄个意思千言万语，千言万语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内心的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一生交互你。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一生跟对你。主啊，互我一生伫你的手中。正做这个奇妙，主求你祝福阮在座的囡仔，包括阮的教会的时代的长辈，每一个人拢哑口无言，对心中讲 ：God is amazing, life is amazing。我的人生要正做一个充满了赞叹跟奇妙。这是教会会通为咱的代祷，这嘛是教会为着咱的教会的世界。求主开咱的目睭。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看见上帝的奇妙。顶礼拜我甲咱所读的圣经是诗篇100篇，恁会记无？诗篇100篇的上尾一句讲：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
到万世代。God is good. God is faithful. 牧师顶礼拜甲恁讲，当我若讲 God is good 的时候，恁爱讲啥 ？All the time。咱不一定爱讲言语啦，但是牧师的意思就是讲，恁爱讲阿门。当咱来讲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上帝的时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要用言语甲牧师会讲 all the time， 你会当甲牧师会讲阿门。愿这个上帝4000年前施恩惠予阿伯拉罕，今仔日这个上帝嘛施恩惠伫所听的兄弟姊妹。愿咱伫主的手中，我真爱这张图，这是我经过要将近30年，才看到有遮水的图。约翰保禄2世，当我甲伊一面之缘的时阵，伊深深吸引我，因为我赞叹伊的优雅，一个长辈老我以上，但是伊的笑容、伊的举止，遐尼稳重，遐尼优雅。伊甲我的同学、甲牧师，每一人握手，伊所讲的话拢无共款。当然，伊无甲我讲台湾话啦，伊要讲10几种，将近13种的语言。无论是德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，伊拄着无共款的国家的牧师去的时阵，伊的秘书甲伊讲，即个牧师对来，伊就用伊的语言甲伊讲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个人后来真做我学习的对象。我好奇为什么伊的生命遮尔水，所以我看伊的传记，我读伊的册，我看伊真侪的所留落来的日记，点点滴滴。我希望有一日，我嘛会当担保亲像伊，有迄种的稳重，有迄种的圣洁，有迄种的喜乐，有迄种的智慧，有迄种从容的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恁愿意伫恁的一生有一个士大人长辈影响恁的活命吗？愿圣神就是恁的老师，你我的老师。愿这个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对咱讲话。互咱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一个拄着上帝的人的生命有3种最要紧的感情走出来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分享，无论是雅各伊当下的感觉，无论是西面，无论是约伯，当一个人真正看到上帝讲，今日我亲眼见你，我亲目睭看到你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有3种的感情，真复杂的感情，伫瞬间就进入一个看到上帝的人。第一，伊知影这个上帝是伊一生所敬拜敬畏的上帝，所以当伊的嘴讲主啊的时阵，伊是有一个敬畏的心，甲这个上帝讲主啊。迄个代表伊生命的主权，就交互这个上帝。主人的意思就是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是你的奴才；对今仔开始，我是你的奴隶；对今仔日开始，你是我的掌管，我的主人。所以主的意思就代表一个敬畏。兄弟姊妹，咱信耶稣，若无有真真正正、彻彻底底对咱的内心愿意，将咱的一生交托给这个主耶稣的时阵，咱享受到活命是一半。到只有当咱全生命来仰望主讲，今仔日的我，无搁再是我，那是耶稣踮伫我内面的我。咱的生命才开始享受耶稣所带来迄种的生命。所以敬畏上帝是基督徒生命得到智慧的开端，记载伫箴言，恁会记吗？牧师常常用以赛亚11章第2节来补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。以赛亚11章第2节讲，耶和华的神啊，踮伫迄个人的心上，迄个人就得到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、财物、有知5项。最后咧，敬畏耶和华的心。到只有敬畏耶和华的心的人，才会当有这5项：聪明、智慧、聪明、策略、能力甲财物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毋是信上帝信了不明不白，但是用咱的灵来相信上帝。也愿上帝祝福恁每一个恁的囡仔到一生的路轨。第二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伊听看到上帝的时阵，今仔的圣经雅各伊讲啥物？就着惊讲，一所在到才通行。
这是何等圣洁的地方！意思的这句话是安尼。我捌甲恁分享一句话，是我半暝伫查经的时阵，圣神甲我摕互我读的，叫做哈马孔。恁会记迄句话无？哈马孔的意思就是 this place 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是一个圣洁的所在。所以雅各的故事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以色列的人叫上帝叫做讲，我的上帝就是一个哈马孔的上帝，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今仔圣经咧讲起，伊就着惊，这个所在是圣洁通敬畏惊吓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礼拜堂嘛是一个圣洁的所在。所以希望咱逐摆进入这个礼拜堂的时，咱是心内有一个敬畏的心，咱甲上帝讲：早安，上帝，我来找你。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。进入上帝至圣的所在，牧师嘛有甲咱分享讲，这个所在就是咱个人的伯特利、伯特利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甲你见面的所在，是你的 VIP room， 就是你甲上帝单独个人约会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伊放伫你的生命中间。将一个神圣通行行、神圣通敬畏、神圣通行行的所在放伫你的内心。雅各看见上帝的时，伊讲：我竟然唔知影，我掠准讲我的上帝只有住伫我的老爸的宝贝，我掠准我的上帝只有踮伫我的阿公阿伯来喊的宝贝内底，竟然上帝对我离开别是巴。来到这个旷野的所在，所听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兄弟姊妹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存敬畏甲谦卑，承认咱对上帝的认捌无够强。这是我的祈祷。在1994年4月24日，咱伫教会内底若有够久的兄弟，恁拢知影。牧师讲着1994年4月24日，什么意思？迄就是咱的教会开始经历着圣神的日子。1994年4月24日的暗时，礼拜了后，我伫我家己的册房伫牧师馆，我跪落来祈祷。我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赦免我。虽然我已经30几岁，我嘛伫教会内底担任牧师，但是我承认。我对你的认捌无够强。我伫迄个日子，我真正知影，因为圣神的工作以前，我拢是读伫使徒行传，但是无想到上帝圣神嘛会通伫咱教会内底，甲咱三甲地地。所以伫4月24日的假礼拜日，牧师的讲道题目叫做“神掌权的日子”。兄弟姊妹。伫迄个开场白引言的中间，牧师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毋是恁的牧师，我毋是否定我是恁的牧师，我是恁的同学。牧师要甲恁承认，我嘛有我毋知影对上帝无够格的认捌的所在。所以你我，咱拢是同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到今仔日我永远是安尼的想法。我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伫你的面前，我毋敢扮演讲一个讲标准答案的牧者，因为你甲我，咱拢是真理的同学。咱伫这个所在承认，上帝的奥妙是咱永远无法度完全了解。兄弟，爱认真读圣经，爱谦卑听讲道，爱谦卑祈祷。原代表雅各伊对心中即句话讲：我竟然毋知影。这即句话外深的含义，伊咧讲 God is amazing， 上帝何等的奇妙。我对伊的认捌实在无够强。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哪来哪亲捌上帝，直到咱一生的路way。上帝是何等的奇妙。第二个故事伫今仔日的路加福音
路加是一个真敖写故事的人，所以有人称路加讲，伊是一个初代教会的历史学者，因为伊所写的故事是生动活泼、具体。虽然伊没有身临其境，伊毋是亲自看到耶稣，伊毋是亲自看到出世的红婴仔来到耶路撒冷的礼拜堂，啊，西面当时该抱起来时阵讲到主啊，这句话，为什么伊会知？是因为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将这个故事讲给路加听。玛利亚甲路加讲：“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当耶稣出世，我抱着伊来到耶路撒冷做礼拜时，阮大日礼拜堂拄着一个乌日桑，一个阿伯啊，伊的名叫做西面。伊甲我讨讲，敢会当互我抱这个红鞋啊？我将这个红鞋摕互伊的时阵，这个西面仰头看天顶讲：主啊，我死也瞑目。西面讲：主啊，我当看到你的救恩，我看到弥赛亚降生。主啊，我抱着你的救主，我何德何能？主啊，我一生心满意足，死嘛甘愿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关今仔日的主耶稣不是互咱抱的，关今仔日主耶稣是甲咱抱的。关今仔日主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关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。主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，或者这个祈祷足重要。伫今仔日的敬拜赞美，我知影圣神嘛咧对咱中间兄弟姊妹做工。我看到咱中间有人有感动，我相信，当恁也未听到圣经的话甲信息，恁已经有圣神的同在。关今仔日的感动对你到一生的路尾。永远无欠缺，互恁的心内大大有力量，就是这个主耶稣亲自降生伫恁的生命中间。所听的姊妹，这个老乌日桑西面，圣经讲伊是一个圣神充满的人，伊是一个义人。伊伫耶稣伫伊的手中的时阵，伊讲：主啊，我今仔日亲目睭看到你的拯救，通互你的奴仆安然离开世间。兄弟姊妹，有什么种的体验，有什么种的经历，会当互咱感觉无怨无悔、死而无憾？这叫做心满意足。一个拄着上帝的人的第三种的感动，就是主啊，伫这个世间无一项比这种更加满足。愿这个满足的喜乐，踮伫兄弟姊妹恁的生命，开咱的目睭。毋是听讲，毋是目睭看见，是上帝亲自将伊的救恩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主的面前来领受，有可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今仔日的讲道，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教会的信息，要相加对真的，伫恁的人生中间吗？阿们。是，主我相信。这是有可能，伫人无可能，伫耶稣凡事拢会。耶稣就是一切的答案，因为耶稣讲：“我来到这个世间，是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”阿们嘛。咱甲主讲，主我上袂通满足的，就是这个哈马孔。主我的生命中间上袂通满足的，其实就是情绪、欲望甲意念。主啊，因为你这个所在，要得到你的充满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在座兄弟姊妹。我要甲咱讲，为什么生命指标？拄则我讲，第一，当咱拄着上帝的时阵，你知影，迄个上帝毋是传说的，是真的，所以你敬畏伊。第二，你的目睭受开，你要亲目睭看到伊。第三，你要有心满意足的活命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拄着，这个人就是约伯。约伯记总共有42章，是一本真长的先知书。约伯伫伊的智慧的文学，这本册伫圣经内底，甲伊称作智慧的文学。
整个对37章才开始上帝讲话。整伫这个约伯的人生的困境的中间，有真侪人对于人的苦况，一直到37节，上帝开始讲话。约伯伫迄个所在，看到上帝讲：“主啊，你敢无听我嘛？”当上帝开始讲话了后，约伯讲：“主啊，赦免我知影，我对你的认捌无够。”所以最后的结局，伊讲：“我今仔日亲目睭看到我的上帝。”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前风闻有你，我今日亲眼见你。愿这个故事变做你的故事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愿这个故事变做咱在座每一个人的故事，无一个人例外。兄弟姊妹，你若甲主伸出手，你若甲耶稣讲多谢你，感谢你，阿免。主耶稣讲，照你的信心，甲你成就；照咱的信心，甲咱成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像约伯，亲像雅各，亲像西面，咱伫伊的面前。约伯当伊看到上帝的事，伊讲：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爱搁再埋怨，我无爱搁甲我的朋友辩论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知影我是一个卑贱的人。我伫你的面前，也有啥物话通讲嘛？我要掩我的嘴。其实伊的心来讲 ，God is amazing, God is good。上帝何等的好，上帝是主爱，上帝是信实，上帝是良善的，油然而生的敬畏心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用真实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愿你的生命得到满足的喜乐。第三，改变对今仔日开始。以前的我，无搁再是我。以前我是用耳孔来敬拜上帝。但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是用目睭来敬拜上帝。我竟然不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知道这个上帝是陪我走到天涯海角。因为上帝跟雅各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我拢甲你相甲伫地。兄弟姊妹，过去的上帝，今仔日的上帝，嘛是将来的上帝。愿主甲咱相甲伫地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咱的目的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若毋是你圣神的帮助，我真正是一个无知的人。对圣经的起头到圣经的落尾，雅各讲我是一个无知的人。保罗伫伊的批信，伫哥林多后书的中间讲：若毋是上帝的圣神踮伫人的内心，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事。若毋是圣神踮伫人的内心，无人会通知影家己的生命人生的事。知天知地知人，独到只有圣神甲咱相甲伫第一时阵，咱才有这种真正的智慧，知影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。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是连想象都想象袂到，迄种的祝福。主甲咱相甲伫地，雅各这句耐人寻味的这一句话，背叛你，背叛我。咱的教会看到圣神临到的时阵，咱的教会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过去我的认捌无够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求圣神教示我，知影你家己的本性，甲你的工作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甲牧师做伙同心安尼祈祷？主啊，阮的德堂教会还阁有真侪功课需要学习。主啊，阮伫一生中间了有真侪功课需要学习。请来，毋是甲牧师做伴，请来到上帝的身边，来认捌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生命有这种觉醒。雅各讲：我竟然毋知，这句话背后就是代表人的觉醒。以前我的无知，以前我的糊涂，
以前我对上帝的片面的认识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才知，这个上帝伫天顶，这个上帝嘛伫这个所在。愿这个上帝，这个时阵甲咱撒卡地地，愿天父上帝帮咱。我竟然不知，但是上帝对天顶来，我才知道。愿天父上帝甲你撒卡地地，到你一生的路尾，也带你到天堂的所在。愿是生也是，死也是，也是这个上帝，拢甲咱撒卡地地。所以雅各伫伊的话中间，伊讲：这所在狗才通行。兄弟姊妹，爱好好听惜上帝的圣殿。咱建立这个上帝的圣殿，都爱存态度、圣洁的态度、敬畏的态度、清气的态度，伫这个所在，互这个所在无受到吞踏，互这个教会无受到人看轻。兄弟姊妹，咱当心。来去做上帝的教会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的教会无一间教会是弱小的，上帝的教会无一间教会是应该世俗化的所在。上帝的教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是圣洁的地方。兄弟姊妹，咱就是上帝的礼拜堂，不是上帝的礼拜咱，不是哦。是上帝同在，伊讲你的心就是上帝的殿，圣神的殿。耶稣是安尼讲。愿天父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所以上帝临在的人就是一个哈马孔的人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伊是一个无所不在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卡地地。我要问兄弟姊妹，雅各的上帝，敢是你的上帝？你敢看见你的上帝啊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，咱有迄个荣幸，有迄个机会。虽然咱肉体的目睭从来毋捌看见，但是检彩，亲像雅各伫梦中看见上帝。愿主向咱显明，愿主甲咱撒卡地地，愿主对咱讲话，亲像伊对撒母耳讲话。愿主对约伯所讲的话，嘛进入咱的生命中。愿咱会通真正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当我亲目睭看到你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牧师解说圣经的时阵，主我的心中已经有感动。主我知影，这个感动就是你临在的作为。愿兄弟姊妹，你保守这个感动。今仔日伫圣经领受圣经的时，你的心内有这种的感动，不要怀疑，迄就是上帝的圣神已经踮伫你的生命中间，要帮助你、祝福你、陪伴你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卡地地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主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。路加福音5章第26节，伫今仔日牧师的讲道片的投影片内底无写着。因为这句话伫我的笔记内底有，但是伫我的讲道片的投影片内底，我无甲伊藏起来。后来我发现这个字是足特别的字，伊讲今日我看见非常的事情。我读一摆互咱听，恁倒去家己看。路加福音第5章26节，当耶稣伫耶路撒冷的圣殿行神迹医好伫一个摆海破伤的人，迄个人是互人用着床单。甲伊扛来到礼拜堂的头前，耶稣甲伊医治。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这个故事发生了后，门徒安尼讲：今仔日我亲目睭看见一件非常的事，非常大的代志。迄个原文的英语叫做 paradox，paradox，非常大的代志。paradox 英语意思叫做逆理，逆理就是看起来好像唔对，但是是真理。看起来好像就看无，但是伊是真的。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光对遐发出来。paradox 的 dox 迄 dox 叫做 doxa，doxa 的意思就是灿烂荣耀的光对迄个所在
发现出来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换手伫咱的目睭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互我看到你的荣耀，求就互咱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眼光异象，拢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圣经中间讲，人要看见异象，人要做异梦。上帝开伊的目睭，互人看见伊家己的荣耀甲存在。最后，我倒来到伫结论。顶礼拜我讲无了，伫上帝手中的画面是一种的感谢赞叹。我要甲咱讲一个人的故事，咱逐个人拢知即个人。我要用即个人的故事做咱新年的祝福。来，你甲上帝阿免讲，上帝伊有的，我嘛要爱有；伊有的，我嘛要爱有。咱可能真好奇，即个人是啥物人？啊，你的人生敢有可能甲伊同款？兄弟姊妹，有可能，因为上帝是公平的，伊互即个人，伊嘛要互咱；伊互雅各，伊互约伯，伊互西面，伊嘛要互咱。今仔日咱既然有感动，甲上帝讲，我较无，主耶稣，求你赏赐我，即个人是啥物人？恁会知道即个人啥物人吗？是了阿嬷，玉昌，你也常常讲即个故事，吼，因为阿嬷将这工作交伫咱的手中，伊毋是干那交工作，总算你嘛是共款。阿嬷毋是干那将一个机构的经营交互咱，阿嬷是将伊对上帝所领受的生命交互咱。伊伫一生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讲：我感谢上帝赏赐我一份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.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e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. 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有真侪人感觉生命足无聊，有真侪囡仔也毋捌看见水的代志，所以感觉人生足无聊。无聊到只会晓打电动玩具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知影生命何等的可贵，我们就舍不得花时间打电动玩具。少年囡仔检查教牧师讲：“你咧空咧？”少年囡仔舍不得，舍不得，巴不得啦。兄弟姊妹，到底是舍不得，还是巴不得？正手甲倒手共换，以前咱巴不得的，今仔日咱舍不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一份丰盛的画面放伫咱的家族，互咱活出真有价值的故事。有太侪太侪的故事伫圣经、伫教会历史中间。我感觉今仔日的教会比19世纪的教会较缓慢，因为我个人读真侪18世纪甲19世纪的故事。伫迄个时代，做父母的人甲教会人，拢咧讲起宣教师伟大的作为。但是今仔日这个时代的教会，愈来愈欠缺讲生命的价值甲伟大的故事。伫教会内底，拢看 AI， 看成就，看金钱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时代并无比过去的时代较有智慧。愿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知影什么是有价值的。然后咱有能力，甲咱的囡仔讲有价值的画面。上帝祝福恁，咱是有福气的人。咱当心来祈祷。真理的上帝，画面的主，你创造万物，你嘛赏赐我画面。画面的源头，摇花阮的上帝。伫今仔日你的圣殿内，阮听到你的作为，阮看见圣经内底的故事，阮恳求你，互圣经的故事变做阮的故事。主，你嘛同款来到阮的生命中。主，
扫除阮心内不明不白的迄种的无知，互阮无搁再讲我竟然不知。主啊，互我会当感动中间讲主啊，主啊，当我讲主啊的事，愿主你的圣神将各种的觉醒就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祈祷中间。你是阮的主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现在只是来吟圣诗279首，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心上。
请坐，准备奉献。咱真欢喜自己上的弟弟因全家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，咱真欢迎因来甲咱做伙做礼拜。耶稣听恁吼，还有迄个吼，叫设定落的查某囝真欢喜吼，咱真欢喜平安。敢有带朋友来嘛无吼？咱来用这条诗歌，咱互相祝福。咱用这条诗歌互相祝福，真侪咱的平安礼。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你听你，传你永远世，让你亲自光明国度，哦耶稣听你。心来祈祷，主会通伫你圣神的结连的内底，真侪你家庭的囝儿是阮的福分。无论是伫礼拜当中，伫网络顶悬，主你的听，拢甲阮围绕阮，保守阮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教会年长的长辈来恳求你。主伫即个寒冷的冬天，照顾因有勇健的身躯。主，互阮年长的士大人，因的心神内底有平安，每一天拢有上帝你的天使来陪伴照顾因。
主啊，嘛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，设施若有人伫心灵顶悬有动荡、有恐慌、有不安，主求你怜悯帮助。你的圣神进入因的内心，因为你的圣神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得平安喜乐。主啊，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照顾每一个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求天父上帝，互阮会通享受你甲阮同在，亲像今仔日圣经的人物，因看见上帝的事，伊才知影原来是上帝是真搁活的上帝，是时时刻刻保守照顾阮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吼。阿玲顶礼拜有倒来，咱来为着即个人生日的人，咱来祈祷，伊有来吼。钟慧玲姐甲林依婷以及义文来祈祷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甲遮人同在，主我甲你恳求主，你用油抹油伫伊的心中，主我嘛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我用每一个阮生日的兄弟姊妹，因的生命中，主，互阮的生命的杯，通得到上帝你的恩典充满，至少天父上帝。我甲你恳求，当阮得到这福杯了后，主求你差遣遮的所有领受福杯的阮的兄弟姊妹，因会当手捧生命的杯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所以当阮领受这个祝福的杯的时阵，阮要捧起这个杯来学乐上帝，互阮身边的人甲阮做伙欢喜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阮将所有生这个人拢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受恩赐福。我来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。这个是要甲咱邀请，今仔日咱的教会拢逐年的12月31日晚上，咱有一个跨年祷告会。你若是愿意，你会当来参加这个跨年祷告会。咱迎暗9点开始。这个跨年祷告会是为着纪念感谢，为着明年祈祷。咱伫这个跨年祷告会中间，咱来亲近上帝。当然，即摆拢有这种跨年的习惯，即摆真侪人拢有这种跨年的习惯。但是大家人有办法来方式，我相信，在咱的上帝面前，做出上手来领受是上帝的新的一年，要是阮祝福咱咱若假使袂当来到现场，你嘛当参加咱的直播咱来到我们直播的这个跨年祷告会，咱来请师傅来报告。我来报告，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做一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，拜三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，礼拜日下晡1点伫教育馆。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。圣港服侍下礼拜诗会，请方林执事领诗。妇女团契，苏琴、罗一鸣兄弟书献交代，林兰露甲陈美秀两位执事，爱参、郭依玲姐妹，新安宫读经表，请咱照顺序来领收。集体交通，本主日暗时9点，教会有跨年祷告会，请兄姐参加，为2023年感恩，为2024年祈祷。第二1月7日，德兰教会牧师中集前来亲牧礼拜，请中集出席接待，请兄姐提早出席主日礼拜供牧主恩。第三，请兄姐为退休传教者爱牧基金奉献。第四，请为以下生日的兄姐来祈祷奉献报告。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当按过去更正。大道书房
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为身心欠安的兄弟甲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心心灵甲课业祈祷；第四，为结婚的青年婚姻代祷；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，妇人日日得去打野。那吟上吟507首，咏光归圣父上帝，吟诗刷请牧师接导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避讳。